都係寫要雜要。特別想要吃的東西嘛？冇特別想嘛，因為冇特別想嘅是嘛，因為當然要不要啊哈，來這件剖腹，咁就一定大家排氣要排氣嘅東西，但係結果老公當食癌，樣板俠，看到癌冇事吼，終於排氣咧，鵝肉本來是，哎呦，鵝肉，嘿，哇哦，你才剛排氣他就買鵝肉給你吃，對啊，應該是先買個粥還是粥啊，還是什麼湯牛肉湯來嘛？愛上天天天天天天嘅愛。當然洛杉磯這麼多黑人嘛，哦，我哋米農佢同上邊一出息都兩百人。很多。幾出麻煩係查咗啲戲嘅啲表演，順晒。做對話佢一個用其他貴啊，亮啥啦？亮啥？佢亮咗。鬧嘢搭擂台，鬧嘢強下來。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蒙古。來，今天大家好。係啊，上禮拜嚇，俺有請到 CV 特別來賓啊，來分享佢媽媽同阿婆嘅故事。今日還沒強樣啊。嘿，我冇強樣嘅組合，冇強樣組合，但是延續母親節的特別計劃。冇錯，媽媽老愛強下唱，哎呦，言下之意就是母女一起唱歌啦。是，這個母親的這個偉大的這種事蹟，這種節日，我們要把它延續下去。係啊，記得幾年前一唱嘅孟春有來唱呢。哎，對，強下嘛，唱梨花淚是嗎？對啊，是嗎？他本來好幾十年都沒有上節目了。以前那個三台時期有上過嘛，啊，後來就不敢上，因為講起個呢失寵引入音是，哎呦，那個不是羅斯峰的媽媽嗎？哎呦，對，講引，後來就講痛風啊，給勇士安呢鬧嘢大擂台七家節目啊，哎呀，所以也不知道孟達怎麼說服了羅媽媽，他就來上，結果上了一次，他腳就扭到，有冇？在那邊扭到。哦，一唱有哈，他嘅踩到線天線嘅用80歲的老太太了，他老媽媽的腳扭到。哦，都唔判定哦，都唔判定，真的哦。佢就記得印象有看過羅媽媽來上過一版。對，羅媽媽這個也很愛唱歌啦，但是還好我沒有像到她。什麼意思？就沒有傳到他的這個唱歌的歌藝部分。我爸爸唱歌比較厲害。哦，對啊，所以你的 DNA 是爸爸的歌藝部分。應該是爸爸。對，聲音也像爸爸。哦，對啊，我媽媽就是很從我印象當中，她最愛唱的就是那個什麼，愛上你，永遠不後悔。還沒準音哦。除了你，自信又有誰？我媽媽就是這樣。來，好哇！今天邀請到這個組合，真的是很難得，東南的。有唱鐵組，鐵組係黃翹賢，還有林奕涵帶來好聽嘅歌曲哦。好來，彈看啦。天公啊，落水啊，暗暝呀，大地立馬來到鹹水邊，鹹水呀，情又情，夜夜在嘅水中，游來游去。天空啊，落水呀，暗暝呀。草木來到鹹水邊，鹹水呀，情又情，夜夜在嘅水中，
哎呦，今天不是阿梅姐 TPK 发吗？对，哎呀，好久不见了，嘎牛，嘎鸟啊，姐姐吧？哎呦，哇，这很年轻呢，董还有上呢，很漂亮呢，东江，东江哈，没他嘎你，你听得懂客家话吗？听不懂，听不懂啊！他有一个客家 slogan， 什么意思？他嘎 slogan， 爱海阿罕记，喊莫代记，他帮自己取的，莫代志嘿，红萝卜，就是你另外一个绰号叫英没带子，英没带子，对不对？阿罕记。所以今天是母亲节，你不是带妈妈来，你是带婆婆来。阿妹妹是东江人啊，哦，婆婆比较婆婆是伊人，超级伊人，妈妈是爱人，对，妈妈害羞，婆婆是非常活泼，看得出来，错，所以你看可以装在大拍卖，今天有上穷两季没穷用。哦，你今天你很新潮呢，对啊，谢谢。你几岁了还穿这样啊？不是，婆婆是管几岁，红高你怎么穿就怎么穿。开玩笑。今天18岁。今天你的样子看起来，今天这样装扮，真的大概就是20出头的。谢谢，差不多。这是由内而外的。婆婆已经打了快要30年的网球，打了30几年。你的断句好可怕。我想说，婆婆已经打了很多波，打了30年的网球。听说还会一起会研究那个哈，对不对？医美的东西是不是？会讨论嘛，一起讨论。偶尔，对，就是要打哪里，要打哪里，可以一起进场维修，所以都有一起去这个维修过。还没有真的一起进场过，对，计划中，让自己开心就好。对，防疫就好。对啊，有运动的关系，身材会保持。是打网球、羽毛球。打网球很累，那个场这么大。现在人家流行那个匹克球，我也有打，稍微打一下。运动类都蛮喜欢，就对。对。这婆婆这个因为没哈感应哈，对啊，这个学客家歌，你今天应该是配合她选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么熟悉的一首歌曲。经典那个哎，对，经典那个。刚好就是爱刚用，她本来就会唱这首歌。本来就会2条，本来就会唱这首歌，会哼2句。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以前常常电视上，对，电视上常常听到。就是对客家歌的印象天公落水，谁没安江？对，谁没安江？董虎石这样。董虎石，董江，你应该比较常听到的是董江。谁没安江？你会唱吗？谁没安江？谁没安江？谁就该一缕发。好怕给牙齿，风给嘴唇，木珠啊会讲话。后面他就比较不会，回去学一下。好，学一下，以后有机会，或是明年的母亲节，你才可以再来表演。好，我们再来验收一下，验收一下 C 莫安讲唱的怎么样？对，好。刚刚唱的时候，中间又还有不那个卡祖笛是不是？卡祖笛，那是卡祖笛，应该卡祖笛。哎呦，是网络上买的那个哈。嘿，对。对，蛮常带它。是不是？我买一支200多块的，是金色的吧？金属的？没有啊，黑色就很阳春。你是不是有身份认证？然后吹又很不准这样。吹不准是你的问题吧？是我就在想，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什么？我就看人家这个吹的都好好听那样。因为它那个里面是一片纸。然后那个纸只要受潮，就整只就报销。真的哦，就它就没有办法。那不会很容易受潮吗？因为我们是黑暗眼盆的呀。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放防潮箱，可能才90块，然后你要买一个3000块的防潮箱。你可能那个放那个乐器的地方顺便放一下就好。这支也是我上节目之前才买，前一天才买的哦。你就特别要用到亚条锅。对啊，因为我希望那个声音是好一点，不要破破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这个都是小颖准备的设计，对，为了这首歌，对，在这首歌上面做一些变化，这样。你跟老公交往多久才结婚呢？我们交往，我们大概3、4个月。就已经觉得可以结婚，真的要该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嘛，很快哎。但是因为我们都很懂懒死啊，就没什么在计划。然后后来就是婆婆有稍微就是推一下，然后这么好的媳妇一定要赶快把她带回家，一定要赶快带回家。你们都没有什么婆媳问题吗？
我们当然没有啊。有一天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然后他就把我们载去登记，说走了走了，去登记了，走了。你怎么那么开明？他们登记的时候，我是当司机。哇，对真的哟，就是突然妈妈今天心血来潮的，该登记了吧，就把你们叫起来，就是说黄道吉日看一下哦，今日宜嫁娶，给不你做对，哎呦，就走。你跟你老公认识多久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那个婆婆啊？因为我们是当朋友当了快3年，然后当朋友的中间就有见过了。哦，跟刘场的阿姨，对，那时候叫阿姨，对。那后来转换叫妈妈，会不会很不习惯？一开始因为阿姨叫很久了，就是妈妈，一开始以为还是可以叫阿涵姐就好了。叫妈就老了，都可以了，都可以了。对，他有一天有很慎重的跟我说，是，乔颖可以开始叫妈妈了。对，东方一啊，我迫不及待，真的呀，对，东西反正的心 Q 啦，你很喜欢这个媳妇，对，很喜欢，就是一开始看到她就觉得哇。这个很，赶快叫儿子追起来，这就追起来，长得又漂亮，对啊，又会唱歌，对，这个不好好把握怎么可以，对不对？当然，到时候给人家追走了，哎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要再找很难了，很难，对啊。他怕他儿子就是比较难相处，会这样吗？哎，你们真的很像朋友，你是直接可以在婆婆面前讲吐槽老公的相处就很像是朋友啊，对，像我们有时候要出国一起去玩啊，就会一起讨论行程。OK， 对，然后要去吃饭也会讨论喜欢的餐厅之类。哦，哎呀，真的好棒哦。那如果比如说你儿子在，比如说对他有凶一点，或是怎么样，你会？我凶我儿子，真的，我打他屁股。哎呦，很棒哎，这婆婆棒。他都会，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一起叫我先生去洗碗。哦，所以在家里你不会帮婆婆洗碗就对了。我会帮忙，就是一点点，然后帮忙吃饭，然后吃完之后，我先生就会很自动的，他就会自己去洗。你先生被教得很好，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很棒，对，你就会气嘎，然后他就会说不用劳烦妈妈，也不用劳烦老婆，我来洗这样子，很棒，他很贴心。哦，那阿涵姐想必很觉得就是乔颖这个媳妇很棒吧？她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意。像我们是没有住在一起，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嘛，对不对？对，但是她平时都会关心我，都会问我的近况，非常的贴心，比儿子还贴心。真的，儿子不理你，反而媳妇比较有联络。真的，媳妇跟我是好朋友。儿子可能觉得媳妇有做就好了，男生都这样。就是媳妇是妈妈跟小孩的润滑剂，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觉得吗？有，应该是。妈妈最开心的，你是吓到你看，王乔颖，对你怕婆婆讲你什么？什么不好的这样？贴回来。不会啦。妈妈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我一起上节目，真的哈，还是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这一次是第2次，第一次去年有上过一个那个民族给节目，一家煮菜嘛，煮菜有去煮菜。所以你真的很耶，很棒啊，这样很棒啊！我难得有这个机会，那个媳妇要带我上电视，对啊，就人生不要留白，真的，对不对？对啊，有这个机会，这种机会不是常常有啊。对，好棒，对，所以这个媳妇是满意了哈，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意，继续保持，继续保持，谢谢，售后朋友。对啊，如果我有这种媳妇，我也很满意啊。你应该也会有，谢谢，你应该我有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我小孩的目前的另外一半都很优秀，都很优秀，很乖这样子。我们的小孩眼光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啊，而现在年轻人就是自然啊，他们自己决定啊。对啊，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啦。是，对，活得健康、开心、快乐就好。对，好，谢谢婆婆。没有，还有一个机会要让乔颖表现一下，平常像朋友一样，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母亲节特别企划，有一些机会让你说说，就是对于婆婆的一些感谢。其实就想要偷偷透露一件事情。哎呦，偷偷的要说什么？偷什么？主要是因为妈妈来上节目之前，她其实大概10天前，她跌倒跌得很严重，然后手流了很多血，然后其实现在脸也还肿肿的。
OK， 对，但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还是来了。但我就希望2026年，就希望妈妈可以不要太逞强，希望身体健康。OK， 谢谢你，谢谢，哇，很棒，对，谢谢，为了上我们节目，真的不好意思呢。不会，哇，你走路要小心哦，还要看路，好不好？没有捡到钱，没有捡到钱，你是走一走扑街啊，扑街啊，真的，是踢到。我都一直在想这个歌词啊。他说他昨天晚上睡不着。那你 C 波案讲，先不要学好了，压力不要这么大。不会啦，2026年是好年，对不对？天天平平安安，哎，平平顺顺，健健康康，好，阿梅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那你赶快生个孙子啊，对不对？顺其自然呐，顺其自然，哎，顺其自然就好了，顺其自然，好，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安吉 C， 走路小心啊，慢慢下去。哇，这个婆婆真的哇，好年轻哦，她们真的很像姐妹。对啊，哎，什么？杀了哎，嘿，刘飞琴母女，她的后堂的歌曲。哎呦，来弹看啦哈。用甜都係寫要雜要特別想要寫嘅東西嘛？冇特別想嘛，冇特別想嘅先嘛，因為當然要不要啊哈？來這件婆婦，咁就一定大家排氣要排氣，東西咧，一個老公當上海陽板俠，看到我冇說哈，終於排氣了。鵝肉本來是，鵝肉，嘿，哇，你才剛排氣，他就買鵝肉給你吃，對啊，應該是買個粥還是粥啊，還是什麼湯牛肉湯咧，買個他直接幫你蛋白質補好補滿。結果咧，送口蛋當痛啊，個輸了是見做變數的啦。好。雷公響響，太水是天天來，誰惡，你空愛實實em好，天當該不願，尋到全部嘅路，月光灑半記，乍然天天記。3人講改世界，4太太上崇高。媽媽講唔是講，當太太走阿婆，走阿太，心乖。媽媽講怕，3人講改世界，4太太上崇高。媽媽講唔是講，當太太走阿婆，走阿太。
该时间爱会太太上成功。发面痛奖的吧？好温暖的画面，真的，嘿。这有点像阿达一族，阿达一族的家庭，里面比闪傻就会，他们是有个性派的，你是说他们很强就对了，是阿达一族。你有看过阿达一族俩叫天样吗？没有。他们是很有爱的一个家庭，就是有 Wednesday、Friday， 对吗？是那样。你看我们同年代就敌。哦。还有没有有秋吗？有没有？他们是暗黑风格，但是他们是很有爱的一家庭。哦，非常有爱。你看你们有爱。对，你这我印象当中，你要给用时代节目的时间一多些。还say吧，轻 say 吧，记得吗？到这里。到这里，妈妈当时自己身高比那时候，对，你确定你没有逗丢吗？没有，那时候到这里，差不多按国的时间。给用时间一多些，小学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是小3，小后上就抽嘞，小3的时候就来，那时候你们是小学嘛，对，现在已经弄到亭亭玉立了。你是公司的呢，黑吗？你是朗生，她是姐姐，你是，她是妹妹。松包卵嘛？是啊哈。嘿，你看罗哥看几百次都记不住。对，那营养都给妹妹拿走了。全都给她，从小就给她，从肚子里就给她了。都给她了。对啊，所以妹妹。而且今天的名牌，对，某 Q 用你金钱没有那11挺吗？黑某很贵名了，这是笔名吗？要真实的名哎，真实的名，真的名应该要带身份证，身份证都改掉，改掉了。贵名哎，为什么会想要改叫从母姓哎？因为。在20岁的时候，我就有想我要做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跟母姓对，就有想要跟妈妈姓，是，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也没有跟妈妈讲了，好像就是突然就是去改了，然后改完我就拍那个身份证给妈妈看说，哎，跟你姓了，然后妈妈就跟我说很好，而且还单名笔耶，对啊，用笔哎。黑医师，你喜欢书写是不是？就是我那时候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跟妈妈，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交换日记了，然后到我们上戏曲学院的时候才没有，就是每天这样交换。可是我还是就是基本上就是重要的节日，或者是每一年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会写一张给妈妈，然后她就会写字。对，她喜欢写忏悔文，悔过书。我没想到她比较叛逆，切结书。每天都会写一下她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你了解一下，让你阅。好批这个不行，打分数99。你怎么没有去参加山歌比赛？姐姐都拿第1名来，不知道几次了。那个山歌王给他当就好，山歌王给他当就好。我不要跟他一样。他走传统挂的，他走不一样挂的。他可以写客家剧。他嘎一啊！你现在已经开始写了吗？因为学校有一些课程啊，可能写剧本啊，然后或者是导演的课啊，然后就在这过程当中，有的会表演，有的会幕后哎。对，在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就觉得哦，写剧本好好玩，然后就开始有练习写一些，就是不管是课堂上，或者是我们想要参加一些比赛。哎呦，那以后当导演的时候不要忘了哈。还有一个老头的角色可以演一下，你要快一点哦，他那个记忆力不太好，他能背的台词越来越有限，越来越有限。以前记忆力还不错，真的。哎，那13也很厉害啊，第参加个田春叶必衰，有冇去加员工团，他有唱流行乐这些。参加多年。2年呐，2拜，哎，听1拜就冠军嘞，第1拜冠军，聽1拜咩係冠軍？哎呦，港演當中的參加啊，有港演當中的參加，冇強組，冇強組，一拜係小跳組，係嘛？係，一拜係三國志組，哎，好厲害哦，真的。哎，這就是 DNA 的問題了。我有一个樂團叫做海岸乾杯，然後我們最近剛跑完那個新專輯的巡迴，然後發專輯啊，對，然後我寫了一首歌，去年有入圍那個
新竹县的客家新曲奖，流行歌。你曲风是什么样的曲风？很怪，很怪。对啦，我写了一首歌叫《浓浓》。你可以分享一下吗？用个唱。用尾葱，大家可以去 Street Voice 上面。干嘛不能唱一下？因为他可能编曲很特别，对啊，他要有跟着编曲唱出来才有那个感觉，不然干啊。对啊，对啊，乐团主唱我懂。对啊。好，我等一下就听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好，好不好？好，会不会很怪这样子？听起来我妈说很怪啊。很怪啊。妈妈是民谣组的，那你妈妈做他不理我啊。他早就不理我了。还有是你有把传统的东西结合，有，也有哦，那很厉害啊。对，那就是一种世界音乐。对，真的很厉害呢。你们是不是快毕业了？会毕业了吗？大三了，那要准备毕制这些是不是？对，毕制会不会很庞大？很庞大。我准备懂 Q 哈。你怎么都知道的？很庞大，为什么要出很多？要出很多钱呐？他们现在没有写东西告诉你，讲2句吗？出钱的可以讲2句话吧？赞助商，最大赞助商，请联络我们，爹干妈，请联络我们。所以姐姐也有制作那个戏曲那些，有做音乐设计，然后编导演都有。我前阵子做了一个我们学校的6系联演的作品，然后它叫做《湖山恋》6系联演，对，然后这个作品比较特别，它是戏曲跨当代剧场，然后再跨到流行音乐。哦，对，然后对，然后我在里面做了编导演，还有音乐设计这样。对，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妈妈是自己买票进剧场看那个戏，就是你们2姐妹做吧？不是，是我。6系联演，你还让妈妈自己买票？对啊，就是她没有拿贵宾票，她自己买，给会支持。对，然后她进去看了之后，反正就是我后来演完回家，我就发现我们家墙壁上有那个票，就是那个戏的票根跟周边这样。哦，有没有支持？感动，有支持啊，有支持哈。你有包1场吗？没有，而且还迟到，包2个位置，那还略可。那你包2个位置，你们应该很感动吧？那天看到那个，对啊，那个票根，哎呦妈妈，哇，你去看，妈妈居然偷偷的没有拿贵宾票。我知道她去看啊，因为她迟到。哦，你在演的时候要看开演了，就在2分钟以后就是专心啊，光会打在那里，要看到妈妈在那里，哎，偷偷摸摸进来这样。哎呀，真的。慧晶现在开心啊！我觉得他现在真的跟《特兰特白宽多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你现在是容光焕发，真的笑容脱胎换骨，笑容满面，对，重生了。真的哈，你以前来是真的就是觉得你这个眉头都是皱着的，因为以前有比赛啊，很辛苦啊，比赛会更久，对，然后脸部一点喜悦的表情都没有，因为一直被评审讲啊，一直被磨灭这样的，就是信心要一直被打破再重建，打破再重建，对，一直重练，比赛很受动感苦。对，现在看到小孩子也长大了，然后整个生活，然后周边有人陪伴。其实今天因为母亲节特辑嘛，哦，对啊，你们平常因为都在学校读书。住校嘛，对啊，跟妈妈相处的机会也没那么多，今天刚好在这里来，对啊，对，有什么话跟妈妈讲一下？有什么话跟妈妈讲？该讲的都讲了。妈妈希望你吃热的东西，但是她自己也吃冷的。没有啊，就是妈妈前阵子一直说她老了啊，就越来越胖什么的，然后本来就会担心说，就是啊，你就已经这个年纪了，你还要容貌焦虑是怎么样？对，然后但是她现在开始健身了，然后她就有自己跟我说，他现在追求的是健康，他没有在追求瘦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啊，对，你可以跟他婆婆一样去打网球啊，嘿，皮克球，我健身啊，有同身后听同，对啊，健身房，健身，而且那个健身会增加你的这个肌肉量，对，就老的时候就比较就可以自己走路，对，我就是怕我不会自己走路，所以我才要健身，提早健身，自己走路。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对啊，老的时候没办法走路，对啊，还要坐轮椅，那很可怜的。至少我们老的时候还有办法这样自己出门，还有办法这样走的话，
也不用麻烦到小孩啊。对，那很棒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要多健身啊。怎样啦？我离老安远呐。我没有容貌焦虑，我就很漂亮。好了，按你嘞，你嘞。擦留笔嘞。就是，母亲节，妈妈，她被带走了。以前我可能会很担心妈妈，就真的就是国中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会很担心妈妈。以前她辛苦了啦，她辛苦了。我记得她之前说她想当警察，就以前会很渴望自己可以照顾妈妈。对，但现在我觉得。我上大学了之后，反而是妈妈又照顾我比较多，就是可能我们在小时候会是国小妈妈照顾我，然后国中、高中我照顾妈妈，然后大学又变回妈妈照顾我。对，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有很难过的时候。是。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可怜哦。就是我一直觉得妈妈要好好的。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只要有不好的事情，我就会手机马上拿起来，然后我就是跟妈妈讲。然后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她在上课，然后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电话。妈妈就好像你心灵导师一样。我们就开始讲电话。我们好像没有朋友啊，我的朋友是他，刘冰，最好的朋友。对。所以你是边缘人吗？对，我是边缘人，没有他比较独立，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对，他感觉上就比较，我比较黏妈妈，柔弱一点那种感觉，个性跟妈妈一起的时间也比较久，对不对？就是我只要有空，我就都会回家。她还是比较像妹妹的性格啦，对啊，那她真的就是很像，就是小女儿这样子，对，她就是真的像姐姐。公真清楚耶，我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么久，然后是看着。不要说母亲节了，我希望你也就像现在这样开心的，健健康康。保佑我中年不用焦虑，你很漂亮。我觉得你现在很棒哎，你跟以前是完全某空庸哎。快点问我问题，继续维持下去好不好？赶快问我。好啊，那你要跟女儿说什么？我要说，还要跟你自己说什么？我要说，其实什么啦？其实我们三个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唱歌。然后。一起唱歌就是瞧时间出来就可以一起去唱歌啊。就是妈妈可能想要我们可以就是一起表演的感觉，就好久没有，今天已经就是同台啦，对啊，在一起了，而且有好好的唱完了。这个是每一次看到就是一个不同成长的一个卢哥也看到他们完全阶段性的成长。对呀，对呀。从他们你看小学3、4年级都俩哈太后嘞。对呀。可以独立完成作品，真的很棒。搞不好以后真的就是各自他这个乐团。以后你可能要开个人演唱会，你2个女儿当嘉宾，然后帮你幕后，然后 VR 什么都帮你做。不是，你就以后就等着在后面收钱，收钱，靠2个女儿。亲妈。对啊，真的，就是感谢可以来唱歌，对，有啦，很多机会，我们节目很多那个特别企划，对，我们超多有的没的。他说，就孟达就请他们3个，至少1-3每年都来一次，对，三歌王嘛是他嘛，对不对？真的谢谢你们，谢谢，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现在真的都用自己摸按优秀，长大了，然后妈妈没欢喜哦，很棒很棒，心情都保养，很棒，身体没有保养，对，好不好？东江嘞，对啊。东江嘞，什么你安之谁？卸妆我是不敢说，但至少现在妆很漂亮。好啦，公司啦，公司啦。我们就快乐的活好每一天。好 ，OK， 好，谢谢，可以哈，好，来回坐车席，谢谢，好，嘿。好棒，好棒！哎呀，看到佢按翻译啊，有唱起个声音的嘛，真的啊，太我靠，好厉害哦！对对啊，他们2个以前小时候也都不太敢讲话，现在吼叽叽呱呱，感情好啊，表示他们在那边自在啊。对，像自己的客厅有没有？常来啦，常来啊！好了，杀了来，杀了咱总玉珍还有管得期待了后堂的歌曲哦。好了，弹过啦。開來叫花那裡望，阿哥相愛成
上兩三行，一向來愛愛，應用哪裡走？你向來愛愛，向哪裡藏？每張每三每愛每叫名哪裡講哪對喲？心肝阿公一樣安我，羅麥身上哪有兩三行？百貨店裝油煙用哪裡整？木箱店裝油向哪裡藏？古裝歌肉店裝油叫名哪裡放哪得了？花開來，菊花哪裡望？明明嘅羅麥要第三點紅，羅麥嘅玉樹懂得沿用着，羅麥嘅人生懂得向哪逃？每張每樣應高天叫名哪裡放哪對喲？心肝阿公一樣安定，地底老妹有幾好東西，父母生愛有個三件寶，阿公係安愛老妹交本意，古早歌兩面相好恩好本意哪得了？花開來，菊花哪裡望？兩影天樹笑洋洋，阿哥真心愛真意，將來結成好鴛鴦，好丈夫將來結成好鴛鴦哪得喲？哎呦，哎呀，老哥好，你好，你唱那种公婆啊？那种公婆哎呀，所以两个主要腔下来参加那古装比赛。有啊，金钱啊，一整季抽东九啊。对啊，他都说要让老婆啊。哦，有什么要站离老婆这么远？对，会把他啃掉吗？感情无一好表示尊敬夫人。尊敬夫人啊，家里谁是老大？是谁？小事他决定了，大事他决定了，但没有发生过大事，都是小事啊，还有今后。但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算大事哦，嘿啊，对嘛？用公婆用哈，黑嘛，从头发开耶，用你的头发用扮开啊，嘿啊，用开啊，用颜色的。該愛咯愛老公吼，是因為係愛哥哥，佢係愛哥哥嘅同事啦。哦，其實雙雙嘅攏愛幫佢撩啊，上撩是撩，是屬實就6-7年嘅時間嚟啦。哦，就一擺咧愛撩6-7年嘅時間，沒，說是6-7年時間，對，屬實6-7年。就擺個朋友啦，愛哥哥介紹一個小姐。愛過下內向嘅嘢啦吼，佢講愛入會從愛兩三強下去。哦，操盤啦，較唔愛講嘅。結果咧，燈泡都收嘅。錯，到每個了解落個小姐啥，冇埋結果。冇煙，按兩啥就行強下。按兩個啥見看見順眼，所以是入會同阿交交往咧。哎呦，按用6-7年咩1-9呢？哎呦，你注意腳看你高價撩到6-7年這樣久啊！家下出冇看順眼咯。很奇怪。電腦按你介紹以後，唔用嘅
看对眼，你要看对眼。哎呦，懂贴片呢，很神奇哦，很神奇啊！就去他家这样子，然后就走就进房间了，是吧？不是，他们在外面约会。外面约会啊，你全部都抹在糖充点嘛？你用啥去行腔哈嘞？行腔啊，你行一多年呢？呀，行多呀哈？行多了哈，35年呢。35年。對，啊，生意多誒。哎，3個妹，3個妹，全部妹啊。哎，錯。哎呦，啊唔白。冇啊妹嘅稱號啊。誰來嘅問題？啊唔認真。還有。表示他前世情人很多。啊，前世情人。哎嘛，妹也全部都是前世情人。對，啊女兒還算就是很貼心。家人嘛，動就好，動貼心。很貼心。哎。呀，他喺帶鄉下嘛，呀，像鄉下帶，他也唔可以揀得咧。哇，你住女生宿舍哎，關大哥，好像可以了解他的處境。難怪看他就很憋屈，有沒有？對啊，好像就被。對啊，會被女生欺負了，那種感覺係嘛？小男人，小男人哦，小男人，按有以後啊，不過兩妹啷個一種態度係講表示尊敬女性，係唔係？管太狗。那在家裡的這個經濟支柱係萬人夫妻。幾存錢，愛管理。哦，管理，啊照顧生意呢？錯。哦，家管啊。所以他在家裡的付出也很多，就差。有啦，都辛苦啦，錯。啊，付出嘛該東西啊呢，哎呦，你還知道他辛苦的事情，幾啊，可是存錢啊，存錢去上班啦，對啊，朝9晚5啊，12年啊，哦，朝9晚5，對啊，就上班族，唔夠做那副卡，其實我覺得做家管喊他辛苦，尤其係講3個生意呢，這個生意點都較辛苦，懂辛苦啊，對，關大哥應該很謝謝玉珍姐吧，係嘛，同副卡管理都懂好，係，冇錯，錯很多數，很肉色吧，因為呢肉色的話呢，你副卡真的不用欺負都哈。我講啦，啲人攞兩節目當緊張啦，緊張啦，一叫冇來啦，金錢有來，比賽時間有較好啦，係冇，聽叫冇來又人際就唔會啊，對，可以感覺出來家裡他做主，真的，好像以他為尊那樣，對，然後再來就是女兒，對，哎，有咩稱號啊？唔講鐵台嘅時間，有講生意嘅時間，有經過乜嘅事情冇？哦，鐵台哦，當辛苦呢，自然產未強過，強唔出來，哎，都每是只能剖腹都強咧啦，你吃全餐就超累，錯，哇，經歷過梗係痛苦哦，都辛苦，哎，都辛苦，錯了，趕那時候，哎呦，你會講話啦，在敏盛醫院哈，他是第2個進去生產，然後10個人就進來。他還沒出來，都產出了，都走了，他還在那邊，還沒用出來，還在裡面，喊爹通，自然產還在痛，催生吶，催不出來呀，真的哦，對，這生太少了啊，第1胎而已，什麼生太少？第1胎，第1胎要用哎，你生多了就不會了，那可能跟人家聊天聊一聊，要離開的時候，哎，就掉下來，走到對接就是。你們這些男人沒生過小孩，講得這麼簡單，不懂。嘿啊，講得很簡單。有一個女生就是這樣子啊，有人還是糖狗，還真的。對啊，就是在那個電梯那邊，哎，受不了了就生出來，然後就旁邊人就笑，她也覺得很丟臉。對啊，然後就說，哎，你不用丟臉啊，那你不用那個啦。那上次有一個人在門口就生了，這樣。真的哦。就是我，那個也是我。那表示小孩很貼心啊。對啊，就是沒有讓媽媽痛苦，不會痛辛苦。對啊，所以那第一個應該是很孝順吧，讓你這麼辛苦。都很孝順啦，現在他一直咁咪做媽媽咧啦。那就很棒，那就很棒，你體會到咧。啊，沙蕾全部都要剖腹生了，對不對？老公表現還可以嗎？勉強啦，做得啦。勉強啊，還不會做得哦。老公有怎麼樣特別照顧你？關大哥不平凡嗎？聽一台的時間。其實也就講真，條件點強是體態強體哈，結果係是剖腹強好咧。大陸嘅病偏方啊，竟然產後指尖症又走出來。那指尖症係嘛？是從因不個做媽才啦。對，3。哦，我查來了。哦，不寒係嘛？檢查。妹妹就這樣。
癫痫这样子吗？癫痫啊！你啊，生第二胎结束以后，第一胎，所以用到听医生的时间，第二胎、第三胎，那个妇产科医生来讲是有预防针好打。有预防针后打呀，而且也都得剖腹了啊。这后来有就身体就变好了。就没有在，因为他打了预防针嘛，就比较先预防了这个事情。对，好啊，他有好好给你坐月子吗？坐月子哦，第一胎是言听计从有冇？第一胎都照书养，对啊，第二胎以后就随便了，随便养。第一胎先蒙爱做人，爱懂爱做该他帮我给人家做嘢。到第一胎、第三胎，即刻做咧不下嚟啦。所以講用第一胎嘅時候要找。特別想要吃的東西嘛？冇特別想嘛，因為冇特別想嘅是嘛，因為當然要不要啊？哈，來這天剖腹，我們就一天大概排氣，要排氣嘅東西，但一個老公當上海陽板俠，看到我冇事嗬，終於排氣咧，唔係排太鵝肉本來是，鵝肉，嘿，哇，你才剛排氣他就買鵝肉給你吃，對啊，應該是先買個粥還是粥啊，還是什麼湯牛肉湯哎嘛，他直接幫你蛋白質補好補滿，結果咧上口tan當痛啊，個輸了是見做變數咧啦，係冇，你講咩？直男就是有心啦，對啊，至少有把你補好，係咪？有上到啊喲，也下陣我按健康對冇？講下3生5年的講真的應該懂關係啦，就是每天看同樣的風景，對不對？啊，但是在家裡應該會搭來搭去嘛。會啦，你點會啊？佢本太狗會哦，會啊！佢上次病啊太上嘞，真的。哎呦，真的呀！冇叫羅雪蓉騙他。你們會講嘛？比如講對着對方講什麼話嗎？還是以為冇嘛？給每人特別給發，對，特別給發。所以有沒有雙方對各位彼此有沒有什麼話？最好是開心的話啦。對，莫想罵的。有冇啦 ？Lady first 後來又真記先來講。哦，我先講係啊。啊，是10多年年紀咧，大家漸見來叫年紀老人家咧啦，嗬。啊，希望佢身體日唔係。健康啦，健康是好啦，健康平安。因為頭腦多少就掉吼，健忘嘞，還沒當手機呢吼。所以你們去喊動上班，喊就走的，喊就走噻，喊就上班啦。給車床有工作吼，很等於經營幹的，好，公司喺去勞機啦，所以。繼續做下去，繼續賺錢的意思啦。但是身體還要顧好了，身體要顧好了，健健康康啊！對，跟你有乜法對日本？有真記講，有辦法係啊。係啊。咱來講嘅新聞機吼，你啊35年吼，照顧你啊吼，生意都太細，全部去照顧你個媽媽吼，佢行動不方便，請去照顧，人家都有兄弟啊，就當然也就唔轉啦。將佢醫生嘅照顧，哎呦，哇，這非常要感謝他。我講佢只有當然大概大係人啦，冇方便去照顧啦，什麼唔得照顧啊你？躺在那個床上快7年了，有，都你一手在照顧，是的，哇，你真叫佢感情有成績呢，客家傳統婦女，真的，我佩服，真的佩服。福報會回饋在自己身上，對，這小孩子也都會看在眼裡，對啊，是，好，那真的啦，這個真的，他還沒有神地顧好了，冇老的時候，你沒用啦，就像剛慧清姐講呀，就是要健身，叫人家姐，慧清媽媽，對啊，就要把這身體顧好，身體顧好了呀，以後老的時候就不用讓人家照顧，對，小孩壓力也少一點，對，但是你也很偉大，你也很偉大啊，對啊，兩位都很偉大，一個為了家庭，一個為了這個。婆婆啊，你照顧啊，你太棒了，好不好？繼續按樣哈，撒下來繼續行下去，健健康康。先嗎？好，先嗎？剛才個還有一個人機，大家好來回做休息，安子 C 哈，係。
好来，杀下来啦！杀落去送做梦，还有以礼品带来后堂一个 Q。好来，弹过啦。佢咩客家人哦？唔咩客家人哦，妈妈唔系哦，嘉本客家人。他是东北人，他的老家在东北吉林。真的哦。对。来台湾那么久了，还习惯了哈。海东关。东关啊哈。东关，客家话都不会讲。不会讲哎，哇，已经融入这个社会。嘿啊，这么嘿。对啊，你对妈妈这个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她就是神力妈超人啊。神力妈。哎呦。对，神力妈超人。曾跟朋友分享过，我说我妈妈是她会随着孩子不断成长自己的人。因为细细个时就是记得唔会讲嘅国语，全部讲客话，咩就是康起讲一句，挨咩好一句，就安样好唔？咩讲下好？哦，很强哦，很厉害啊！阿婆，我还有100条故事给牛年树下穷下条公公。天桥地背强先给村内爱den穷下米汉呢。为了嘛给爱离开，跳摆单纯的世界，上娘童年。秀才郎，了解故事我已经从西塘到台，对头摆的流传下来。你讲秀才郎，根本与爱den变那无一样。天夜光大下讲古嘅老人家。婆婆还有100条故事给牛面树下穷下条公公。天桥地背强先给村内爱den穷下米汉呢。为了嘛给爱离开，跳摆单纯的世界，上娘。哎呦，妈妈很紧张啊！佳姐好，罗哥。对啊，伊丽萍小姐。对啊，你们是感情好还是妈妈很紧张？妈妈很紧张，我们感情也很好。感情没懂后呀，是紧张，哎，长得有像呢。有像，有
但声音感觉竹梅比较成熟一点。他毕竟是闹热比赛出去的。对啊，妈妈声音哎，好年轻啊！哎，懂很赏嘞，妈妈的嗓音懂很赏。懂很赏嘞。妈妈会讲客家话吧？不会哦，那边客家人。吉妹客家人哦。没客家人。妈妈没有。嘉本客家人。他是东北人，他的老家在东北吉林。真的哦。对。哦，哎呦。家来俩味长学的，同爸爸学的。哦，真的哦。你是外省第2代，还是你真的是东北人？哎，嫁过来，嫁过来。他真的是东北人，然后我是2代。哦。对。哎，杨东厉害呢。伊就照顾，因为照顾阿婆啊，家来俩味照顾阿婆，阿婆就抢会讲。哎，抢会讲学天天就学定。哎呦。懂厉害哦。哎呦，安强，所以你嫁来台湾多久了？去安泰了，就是20年。20年。哦，这个爸爸过去做头路的时间，嘿啊，你眼神安尼嘿啊。冇。因为没有，我记得做妹嘅爸一腔年纪较大。对，错。哦。爸爸跟妈妈年纪有点年纪差。对，年纪差。对。是怎么介绍认识的？很奇怪，网恋，然后网恋，对啊，然后我超傻眼的，我一直问到底为什么，好特别哦，对，网恋没做的啦，嘿。然后对，没有遇到骗子。因为那时间记得会用给那个 QQ 刚流行的时候，他说他们2个都在用，超久哎。对 QQ， 哎，我怎么知道？不小心爆那个。不会啊，2妹冇乜解啊。你不要用音视张宇黑了个眼分张宇嘛，超。嘛，跟来台湾那么久了，还习惯了哈。海东关，东关啊，东关客家话都不会讲，不会讲哎，哇，已经融入这个社会。嘿啊，这么嘿。对啊，你对妈妈这个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她就是神力妈超人啊，神力妈，哎呦，对，神力妈超人，神力妈，你有蛮讲？因为就是那个我帮她取的绰号啦，但是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很厉害，她会那就我老朋友讲，我曾跟朋友分享过，我说我妈妈是她会随着孩子不断成长自己的人。哦，就去听电 and 向他台，就是与时俱进，就超哎。对。哦，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想要什么，他也会想要参与你们，一直那种老观念、传统观念啊。讲啊，老人家唔会好，人唔会因为佢咩做青岛事情，不下嘅事情啊，佢自己咩要去上班去學教教，佢哋阿咩去學教合法，高合法，对，你在新chuẩn時嗎？哇塞，新chuẩn時啊，对。啊，有一考吗？东北呢，新傳時之前會喺演嘅部分嘅新傳時嗎？對，中國佢漳州的去搞呢，哎呦，同腔呢。对，为什么媽媽會有這個客家心？哈，我覺得跟女兒可能也有關係。對啊，因為佢在做客家嘅事情。哦，但是你安多年來，其實我同佢有話題。哦，係唔係咁樣？錯，我解讀對哈，冇錯。哦，是這個原因。係，因為細嘅時就是記得唔會講嘅國語，全部講客話。因為阿爸、阿姑啊、阿婆全部落去講客話。全部我先生上班就嗌阿婆、家婆出去啊。咩就談起講一句，嗌咩好一句，就咁樣好唔好？咩講下好？很強啊，很厲害啊。哦，做演員案的就開始對，後來我會不會變新傳時？當厲害啊！真的當厲害咧。因為我都好有看嘅老嘢嘅戲啦，就有問到講，做麼因為嘅係算是爸爸老來得子。哦，不是媽媽吃到講，佢係上天賞賜的寶貝，對不對？他跟弟弟，係唔係咁樣？錯，因為冇讀到事情唔啲嚇，一般大家都講自家唔下4年。當妹哈，當好哈，其實做妹就係真經係知道，就是真的很棒，因為前2年啊，佢爸就是疫情期間重症哈，重症嘅本期阿爸佢講冇愛救了啦，哈，阿妹就是叫阿爸7千樣吧哈，那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治療過程，待院行待3個2年哈，3到2年，差不多100空。ICU 哦，住 ICU 都按救哦 ，ICU 都按救，嘿，就是後來有做到氣切這樣，就是佢講不美佢要出院嘅時啊，佢話就唔會講話哈，就是全部。
爱凉啥要，因为要带转自家不好，要自家吐了，自家照顾嘞。不米啊，就是阿嬷也就老爱玩，就是昼夜这样子，有全家了，全家全部照顾爸爸。给当然，你们气切给隔壁要亲3口啊，还有弯腰部啊，因为俺要上班，你是头可以带，按不头有上下可以按不头上下俺，就是全部自家做。俺老去晚个时个护士都讲，哇，娘妹当强，才满18岁哈，姐姐差不多17岁啦，17岁，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上天给我的宝贝，真的，妈妈也是你的宝贝。对啊，当然是，当然是超，因为这时间刚好爸爸生病，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也是刚好休学。那我休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有得心理疾病这样，对，我就休学了啊。这个休学就很不碰巧，然后就是很碰巧又遇到爸爸生病，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妈是我的精神支柱。因为我爸爸给我帮忙，我就知道妈妈一定会比我还要辛苦，所以我那时候就只要我心情不好，然后一直陷在忧郁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妈妈，我就想我妈妈看到我这样子，她一定会更难过，对，那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撑起来，对，就好像什么事情都还可以再坚持，这样找个出口，对，另外一个出口出去这样子，对，妈妈是你算是走出这段经历的力量，对，很大的力量，一个精神支柱，对，可是我休学了嘛，在家里跟妈妈相处时间就比较多了，然后我也懂得怎么去表达对妈妈的爱，这样子，我就每天回家都一直黏着妈妈，感觉她都想把我赶走。她是假装想把你赶走，其实很享受吧？我都会跟她一直这样子抱着，然后一直跟她说我爱你。哦，真的？对，哇哦，可以这样表达，很厉害哎，真的感情。我是后来懂后来真的才知道怎么去珍惜，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以前也会觉得很别扭啊，对。这件事情做着，你的心会慢慢被填满。真的有，就是要大声把爱说出来啦。其实有时候我们哈嘎人就比较含蓄一点。亚洲人对啊，尤其我们华人，对不对？都会含蓄，不敢把爱表达出来。其实就大声说出来。对，而且竹梅真的这样听一听，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竹梅很棒，很不容易，优秀呢。要跟妈妈说一下，你生了一个真的很棒的女儿。给了2片壁，说你看，不管就一吃菜进步，她好像海绵一样哦，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对，内化成自己的，对，很棒嘞。我觉得你很厉害。今天重新认识竹梅，真的嘛？今天黑阿梅姐，对不对？竹梅其实有准备一个小礼物吗？哎呦，应该算礼物吧。这个是要交给她自己。这是我昨天赶工写的卡片，真的。对，我写到就是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吗？对，这是我画的。可以 tag 一下吗？你还会画画哎，你也太厉害。就是很喜欢画画，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这样。这3个人是谁？因为我昨天画得很急，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得很好，然后没关系，我自己是最丑的那个。哦，你是骑着脚踏车这个。最丑的那个，对。啊，被抱的是弟弟是吗？对，被抱的是弟弟。啊，这个是。然后这是妈妈。妈妈。对。哦 ，OK。坐在木香谷吗？不是，就是是一张相片啦，它是一个凳子，对，长凳这样。你等于临摹了一个相片，对妈妈，神力妈超人 Super Mom。哦。对。还不会给。然后超级宇宙无敌霹雳啪啦可爱的阿美。哦 ，OK。阿美要念信给妈妈吗？里面有什么？来，好好念一下来。这念的时候要不要一些音乐这样？没关系，妈妈说她不哭。啊，不哭哈，好，试一试嘛。老师，矫情的音乐来一下。To 亲爱的神力妈超人，虽然我已经每天都至少跟你说10次的我爱你，但是我今天想要让你知道，你就是全世界最棒的母亲。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对这个家的付出远远超过我所看见的。那我知道有时候其实你很累，但是你还是会笑着说没有关系，对。然后自从我生病之后啊，我就常常陷在低落的情绪中。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
所以就会开始厌倦自己，然后在生活上的一切啊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呢，当我很痛苦撑不住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你，就是我只要想着你，我就会觉得好像再艰难的事情我也还能再撑一下。那你总是把我从深渊中解救出来，让我知道就算不坚强也会有人接住我。谢谢你让我能感受到自己，也谢谢你用你的人生为这个家带来幸福。虽然我们预知不了未来，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彼此都懂得珍惜，我们的心早已系在一起。我对你的爱远比我表达出来的还要多很多。最后，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累了，你也可以依靠我。对，好，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来，对，妈妈真的没哭哎。对啊，妈妈我要哭了，妈妈。没有，妈妈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坚强。很坚强。哎，只是我觉得你在念这个词的时候有点嬉皮笑脸。因为他也怕自己哭吧？我怕弄哭妈妈，妈妈就说你干嘛这样？哦，妈妈想说难得化妆，不想糊掉这样。对，是不是难得暗讲？对啊，妈妈真的很伟大。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哎，就是在我们两个其实心都很脆弱，可是习惯扛，对不对？对，习惯会把东西对，然后揽下来，但是没有学会放下来。对，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放下来哈。妈妈跟祖妹都是。对，放下是原谅自己，对不对？好，老师可以了啦，可以，老师谢谢。对，已经过了。那妈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女儿说的？其实我跟她平常真的是就是交心的是非常，就是常常都互相的不管是深夜或什么的，都是很麻吉啦哈，无话不谈的，对，就跟那个刘比跟刘慧卿一样，没事啊，上课都还会打电话，明明就在上课上班的啊，对，所以你们是无话不谈，对，所以说刚才他念的其实。你听过很多遍了。因为我有答应他说我不哭，所以说在心里面内心当然是感动，对，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了这么感动的话，虽然我们都聊的就是生活，他常常说对日常，完之后他真的以前他不会表达，小的时候不会表达，可是真的越来越他就很会表达。妈妈我爱你，只要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灿烂的笑容，好棒哦！真的是很难得。对于他来讲，他生病，他曾经生过病的那个，真的是，我是觉得他非常的棒。所以我跟你讲的就是说，身体很重要，还其他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你常常都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对，所以说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以后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你一定是很棒的，加油哦！哇哦，谢谢妈妈。对，就像妈妈，我好想当女儿哦，真的，好会鼓励哦。对啊，就像你的头发一样这么绚丽，谢谢。现在流行的，对。哇，这个坚强的妈妈，孝顺的女儿，真的很棒。但是我们都要适时的放松自己，对不对？对啊。好，谢谢两位，谢谢安之森，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安之森。妈妈麦克风可以送你哈，可以带回去。妈妈一直在想麦克风要放哪里。哎呦，关大哥破数了呀！破数，感通呀！哎呀，真的今天很开心哈，对啊，是连续双礼拜都要哈，6礼拜，上礼拜是这个独自个人，福永起来故事，这个妈妈啊，今天迄油腔的妈妈啊，摸呀就穷下来啊，两公婆穷下来，谢谢你们的分享了，多加了，谢谢，什么新竹好朋友，嘿，好，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哈，或是母亲节，或是什么节。或是99重阳节，你们也可以来哈，都可以啦。我们特气很多，五花八门。好了，谢谢你们。来，俺来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来。有看哦。
大學城就出好多呀哈。太后嘅時節就衝過嚟。24歲參加太后上嘅第6屆，其實我太后上參加3屆啦，第3邊都得到冠軍嘅啦。冠軍咧，第3邊冠軍都總嚟參加，都總嚟參加，就出頭咧係嘛？其實我都講，幾下我講內向先，我都講想講我繼續去讀書，所以我怎麼出國去？哦，你看學歷實在很厲害哦，好豐富。農業經濟碩學士，是。哦，跟華盛頓大學是經濟博士。農業音樂會，哎，今日有請到一位特別來賓啊，嚇，係一位非常愛唱歌嘅、好唱歌嘅人，閩南客家人。哦，南部客家人嚇。佢清早就開始參加歌唱比賽嘅舞台，後來咧就應該佢走條路咯，成法咯。廿幾年又轉來哦，音樂路當紅。哎呀，根本而帶來嘅第一種嘅方言專輯同大家來分享。哦，要出國深造過做錯嘅。冇錯，成法走條路。哦，嚟，我哋先嚟談幾好嘅唱歌，等下就訪問幾下嚟啊！嚟分享一位 John 曉權房。紅色、黃色，秋葉飄落。今天意外放晴，又見白雲朵朵。安師傅月，穿着淺淺藍色，直到早退，依舊慣犯幾個。何苦追究，海市蜃樓，天似你，月似火的承諾，只隨山坡逐流，能放能收，處處依然自得，歡喜做甘願受，鏡花水月的離合，甘願做歡喜受，平淡踏實的解脫，心眼空闊，莫來沾惹，凡塵無色的角色。对的，错的，好的，壞的，看得足夠通透，別再爭辯什麼。聰明如你，都已束手無策，誰是誰非，交由上蒼定奪。剎那恆久，有捨無求，想得狂談得痴的因果，只會褪去迷惑，修煉成熟，凡塵無色的角色。歡喜做甘願受，鏡花水月的離合，甘願做歡喜受，平淡踏實的解脫，心眼空闊，莫來沾惹，凡塵無色的角色。歡喜做甘願受，鏡花水月的離合，甘願做歡喜受，平淡踏實的解脫，
心眼空过，莫来沾惹，凡尘无色的角色。心眼空过，莫来沾惹，凡尘无色的角色。Hi, John. How are you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How are you? I'm fine. Daniel， 没有，你才是前辈。不敢，久仰大名。没有，你是真的前辈，真的是前辈。没有不敢，我是比较老啦。没有，比较老是真的。让机构太险。哎，你这太大学城就出头多呀哈。当然爱的前辈。大学城干爱踢高中，太好嘅都看时风比赛呢。哦，咁樣子難忙出多嘛？哎呀，愛嘅下都看你天雙創講嘅，真係輕鬆，你高上出有鐵色。冇啦。哎呦，真係從我從細堂下過呀。誒，從細我真見從細啊，哎。從細愛行得太好啦，但是係看人嘅資歷，懂成呢。輪醫生空勢就出來就創大學城那個。太后嘅時節就衝過嚟。24歲參加太后上嘅第6屆，其實我太后上參加3屆啦。像國父用嘅咩唔成功都去。硬幣啊樣。3屆啲冇創到8屆。係啊。去上邊都得到冠軍嘅啦。冠軍嘅。去上邊冠軍都做唔到參加，都做唔到參加，就出頭嚟係嘛。對。係，安哥其實啦，嗬，佢下音樂環境嗬，對面做闽南人嗬，脫飽嘅啦，可能唔到識拍啦。闽南人當到厲害咧。當到厲害。其實我都講，幾下我講內向嘅事，我都講想講繼續去讀書，所以我走不出去。我研究所喺中興大學讀下嚟我都去做邊喺度，其實我做邊喺金馬獎啦。哎呦，很出到金馬獎。一直做多年，2年。2年做下嚟呢，我都去美國讀書，去華盛頓大學讀我博士。哦，你看學歷實在很厲害哦，好豐富。農業經濟碩學士，是。哦，跟華盛頓大學是經濟博士。經濟博士。安哥我去華盛頓大學經濟博士讀下嚟咯，其實我經濟博士讀嘅係呢醫藥經濟。醫藥經濟。因為能點嘛，我能嘅資源有限有限嘛，哈。按政府按用嘅。medical。政府利用一個有限嘅資源呢，供大家國健康一些。用書到了就醫療嘅資源。有時呢，有個人用啊唔用，要多錢去買。係做總統嘅話，威神書狀都半分做。係咪？我用清後做對啦，清後做對啦。我專業專辦啊。有啲講啊，亦這麼衝啊，李登輝總統。哎呦，哦。袁董會可以呢？你是有看過他模仿嗎？幫你發行下槍哦。這個地獄梗很可怕。講真的吼，因為人闽南人全部是按厲害按強，很多文人呢，真的。那個種田咩？爸爸媽媽可能唔會揾生人嚟在種田的，因為吃都辛苦，很生人讀書。係演變按人演員嘛，冇希望揾生人嚟按辛苦，所以就大兵穿錢，不生人好好讀書。有唐國安勇嘅說法哦，冇錯，點解我碌架黐啲生人呢？啊，全部係讀太賺。太好意思，係啊，所以唔看我一多錢，所以爸爸媽媽這麼辛苦。但是問題是我寫我咩我要按認真按大兵啊。啊，幾多托桑田嘅福嘅啦。但是全部大部分講真咧，唔係碩士就會博士呢。嗰度博士，所以我爸爸講啊，讀博士有乜嘅料唔係，全街行有係博士。闽南這個，就帶闽南的演章周的用功，還有從帶個法理，我們校長村那邊有沒有？哎，校長怎麼了不起？我們整個村子都是校長，全部都會告狀啊！有。南浦客哦，講真，係咪談到是懂？唔是咁我重情切，因為我同曾國成吼算好朋友嘛，所以特別讀多時間，叫我同佢用客話嚟對話嚟講啊，咩乜個東西啊，咩就都咁我
跟日吼，跟日原来伫新加坡转来时间，你跟飞机当方还是看电影嘛，这因前面西洋片啊，可能就大同小异，差不多就这种，就看有看到一部安尼客家的，有样，on到冲国本堂哦，冲国本堂，夏靖庭演的，哎呦，对啊，我夏靖庭怎么会讲客家话？哎呀，是讲呢，佢做嫁出客家戏咧，而且佢讲那个南部话，佢规部戏全部南部话哦，哎呦，就义理做罗义理做个呢。安尼监制用的，我整部把它看完了，当时觉得很你会想看进去，会想看讲埋故事係濃濃，就像人哋嗰堂嘅 John 來講佢新家中專輯嘅故事，係嘛？翻譯專輯，一個專輯呢，係呢個民歌手大前輩王海林老師幫我製作，有看到製作人的王海林老師，還有王繼康老師。王繼康老師，我們的金曲獎的編曲最佳編曲得主，幫我加持2位大前輩幫我加持。而且的樂手老師都好厲害，都是我們國內一流的。美文老師、中樂老師這些老師都很厲害。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我這張專輯呢，其實我以後的專輯也都是一樣，所有的收入。跟我所有演出的收入，我全部都是要捐給公益團體。哎呦，真的是版稅全部都是捐。意思他現在已經賺很多了。不是啦，他靠他的專業夠了，拉嘞就是。老天保佑，我覺得說我衣食還可以，無後顧之憂。是的，那我覺得就應該要貢獻給社會。是。那我之所以會再重新。回來做音樂也是因為我在2019年的時候，我眼睛就受了很大的出了很大的問題，我有很嚴重的青光眼，我不知道。那檢查出來的時候呢，我已經兩邊的視野損失了一大半。是不是你太認真讀書了？不是，看書看到青光眼，是家族遺傳。家族遺傳。結果我不知道，然後呢，我又有一個免疫系統的疾病。那等到發生的時候呢，檢查的時候，其實我會去看醫生，是因為我眼睛有一天。一覺起來，我有點的喏，我嚇到一下。一看醫生呢，給他呢，醫生都講啊，邱先生，你去檢查，做一擺檢查，唔拿擺，再做一遍啊。講我總係做一遍，唔係貴貴下嚇。結果佢講啊，做2遍之後呢，講啊，邱先生已經坐下來哦。我講事情太跳啊，咪跟住我坐下來。你講啊，重度殘障誒。重度殘障啊！可以去領殘障手冊都做嘅。哎呀，我健康寶寶啊，冇失炎，冇白眼，啊又冇淋咖啡，啊運動係固定，啊再問聽講，啊上網一天佢做嘅時間，佢準時，啊因為變到重度殘障咯，你都講已經係視野損失了一大半嚟啦，啊講你腦視神經存到30%。我的視網膜講這麼泡，所以講我做唔在做激烈運動。也看得清楚嘛？唔這麼眼到，還不是看馬蹄。他30%就是眼裡滿滿都是你。是的，其實我看都不看唔是的啦，蒙，所以唔講嘅字蒙啊嘛。一種嘅視野會越來越限縮，然後會模糊。戴眼鏡也是沒辦法彌補回來。沒有辦法，其實我現在戴着眼鏡是因為我覺得說。比較有安全感。係啦，安哥嘅視野真是真蠻差。好彩我哋有嗰度觀念睇家睇書，我喺度做唔得。我見做唔得視察誒，我做唔得做激烈的運動，所以我希拉嘅話一定有人會載我，有人會帶我，所以我見面嘛特別請我好朋友帶我嚟也是送通告啦，對啦，咪嘅人看到嘅咪嘅人，有，跟人好朋友，同人翕相誒，好帥哈，謝謝，他叫什麼名字 ？Jeff，有呢 Jeff and John，Jeff，對，Jeff and John，哎呀，來自哪裡的？美國啦，洛杉磯，LA。Hello Jeff。大家有可能來洛杉磯了，好嗎？有錢，有啦，羅燕啊，這位更新地主之一，真是。我好愛哦，真的嗎？洛杉磯，那是年輕人的天堂啊。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什麼意思？為什麼中年人是戰場？墳場就是你可以在那邊享受養老，它就是一個老人家的一個休養的一個天堂。是我們很多演藝人員都在那邊休息。是啊，很多移民基本上都不是溫哥華，要不然就是 LA 啊，是這樣。歡迎哦，歡迎大家來玩。所以你現在是還是住在那邊嗎？是的，我住在那邊。主要住在那邊。啊，轉落喺 MV 愛發行，你有新嘅一種轉型。冇錯，我見麥
开始录来听一种专辑咧。跟兄弟 LA 迄做有做乜嘅事业冇？我今仔退休诶，提早退休，因为俺娘做出问题啊，都2020啊都提早退休。退休咧。退休我都想讲，佢下都疫情按滚阳冲冲嘛吼，拉又做唔得起咩？按嗰多年下都是嘅咧。一太多年都是啊，讲啊。俺娘就已經按拉長咩，啊要拄到一個事情，心情改唔好，明日改會做，按想講按你一下一個嘛沒辦法，啊你想講家應該做嘢有意義嘅事情，所以我想講啊拿音樂拿出來好，很喜歡嘅事情，再來重拾音樂夢，冇錯，啊就得到一個按到大家幾年就加聽數，然後又盼到今年起啊也是跟他介紹一個。我覺得好勵志哦！對啊，我相信我們客家鄉親朋友，他們非常的善良，非常有嗰樣善心嘛。係啊，他們都支持。福光印記，係啊，拜託。買就專做善事樣。係冇錯。係啊，買一袋你就做一點善事啊。對倆沙飛有回饋。10袋，冇就買100袋。謝謝。100袋搞本羅哥就做得。哦，羅哥冇問題。羅哥冇問題。他也很善良，大戶。我知道他很善良。我覺得也還好了，衣食無缺了。對，幸運，幸運，真的幸運。身體健康最重要，真的最重要。啊，三個落帶來一條行義歌嘅，行義歌，敬重吧，唔可以敬重，啊，行義講得好，冇問題。你做乜唔可以敬重嘛？如果剛才好朋友叫阿聰，好朋友，嗱好朋友加假詞，我講咯，咩 Jeff 嗎 ？Jeff 會唱客家歌哦。你要來唱歌嗎？ sing 客家 song。我嘅好朋友係咧馬人嘅好朋友。哦，誒馬人嘅好朋友。人哋節目他嘅好朋友。哎呦，一講啊，他嘅都知嘅。哎呦，馬啥？我哋澤味先生啊。澤味先生。哎呦，佢真係客家好朋友，好兄弟嘅啊。客家嘅。他算是我們鬧熱音樂會的人蛇集團。冇錯，啊人蛇集團啊都流暢青島優秀的狗數了，都兩個單元。集優人才啊，人蛇集團，一直拐進來。哦，人蛇集團，他真的，他真的很厲害，我真的非常感，等下後。等下來同意大嘴鼓一下。好來，先來談兩條。澤味先生帶來一條乜嘛？天天的愛。哎呦，澤味先生嘅歌哦。天天啊！等我，看㗎啦。愛上天天的愛，做得下客家歌呀？做得，還有像講吼，我哋閩農人啊，人才睇到誒，要連勝上羅文，要全部金鐘獎嘅大前輩係個獎唔是同你都比啊，你也獨一無二，你也非常獨特啊，對嗎？唔錯，以蜜桂轉來跳。蜜桂客家人，剛我哋洛杉磯這麼多客人嘛，我哋闽農開同上邊嚇，一出席到200人嘅面，咁多，幾種麻煩下，查咗啲戲嘅表演，順晒。做得嘛，要一個用其他貴啊，用啥啦？給你按摩，送你專輯，就做了決定。你身紅的迷信，就像愛的空氣。又是天長，又是落雨，從愛人的感情，一下的沒看懂，讓不安擁有你。一步一步行過來，眼淚又好也又快，長地也處係愛。想愛心情，因一當多擺，做乜嘅事情也愛又唔錯，愛上天的愛，穩漸幸福嘅未來。有你嘅世界，生活都精彩，做乜嘅事情都愛有你在，愛上天的愛，比高時間嘅海，有你有
人生风嘅迷失，情中爱嘅空虚。有时天长，有时落雨，像缘嘅感情。遗憾的无看到你，用为爱用少你。一步一步行过来，眼泪又好也又快，藏地也就是爱。相依的心情一动都摆，做乜嘅事情都我有你在，爱上天天天天天天嘅爱，本已念念幸福嘅未来。有你的世界真不懂精彩，做乜嘅事情都愛有唔錯，愛上天天天天天天嘅愛，比個世界的海有唔有愛，有唔有愛。欢迎我们的这个唱将闹热人蛇集团，人蛇集团首脑，树弄，对啊，你是又怎么把他延揽进来的？其实要懂这边的缘分，因为其实懂大学城嘛，因为過去2002年係參與當到嘅民國嘅演唱會，當有，係有當到嘅，譬如講胡一芬、胡姐啦、杜佩岑，有當到民歌嘅前譬如話講，誒，你認識邱群芳？我說我係彈吉他歌啊，他唱華語啊，吉他講你，你懂我講，每個人就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我，推到我不好意思了，那就拍攝哦，怎麼推？沒意思，他就說要來上我節目。推薦來上來天台啦，我就想講啊，因為這種是吉地米滾嘛，我們錯過了200吧，吉地米滾，我想講啊，拍攝，你天台冇乜錢，吉地米滾賺了，哎呦拍攝啊，咁嗰期真嘅當遊戲，啊我馬上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然後。求玫瑰賺了，手給他芥末，那個飛機對他來講，成本哦，藍山的啦，藍山的啦，還沒很小，對啊對啊。不過我看到他會為了出一張專輯，他喜愛的這個這個工作全部回饋，對啊，你看對對，藍山的啦，係，不過佢感動係喺講佢愛好音樂嘛，有知道講自家嘅目標啊、身體，佢想講盡量把握時間來做自家想做的事情。我知道龍太分享一點這精神。我給下一個，你看他幫張清芳寫過歌啊，幫很多人寫過歌，我就覺得哦，彈吉他歌沒有一種冇強樣的氛圍。而家兩種是咩有美國得到一個美國的 Global Music Award，就是全球音樂獎，全球音樂獎，哇！我說哦，懂厲害，又有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做人認識嘅，認識之後我就想講，佢每一家單打獨鬥，我想講懂辛苦。我說誒，你有興趣嗎？又來了，當成一個起手式，就你有興趣嗎？有機會邀請你來鬧熱，我們有個音樂會。哎，我真的很不要臉呢，我怎麼會這樣？沒有什麼不要臉，哎，我也都這樣複製貼上。對。你有興趣嗎？佢說什麼意思？我講有啲節目，真係唱歌，因為你真係做唱歌節目，客家歌冇啊。真的，我覺得他比製作人還製作人。製作人沒播，我也是給他那個情的，說誒，這個老師怎樣，我把資料都寫得很清楚。對啊，重點是我講流利。他會不會給你已讀不回？冇，按個笑臉上。馬上都被怡君的加聯絡，馬上聯絡，按有機會認出來。謝謝。用後堂。咩真件按用嘅語言。係，神夢製作單位啦，特別係譬如講係潛到客家人，可能有唔記得咧，一講唱啊就講唔是講，其實
塔吹基本，出啲講自家做會到。唔單搶嘅客家嘅朋友啊，當然嘅有睇過其他客語講得咁好。誒，你其他族群嘅朋友咩只來？真嘅，好多朋友來啊！啱做你介紹人來啊！當然啦，歡迎啊！唔搶嘅，唔過來你節目就要創一條客家歌誒，創出好多轉線咩來？誒，英文轉線咩來？一天都創一條客家歌。做音樂嘅交流，誒，你語言鋪分嘅交流咧。係像 chef 下擺做來啦。下次就是Welcome to our show。我還有嗰度朋友啦，從我好朋友音樂才子曾명芬嘛，同埋從其實條龍係從無聲的角色，喺那專輯裡面喺那個 Q 啊合唱。哦，誒，咩稱號啊？咩稱號？歡迎啊！我係講我有一類，而家講我哎呀，唔想講客話啦，那訓練特殊。唔過唔做得下客家歌嘅，做得，我要想講講係講嗬，我哋閩南人啊。人才踢到誒，要連聲響羅文，要全部金鐘獎嘅大前輩係個獎唔是同佢哋比啊，你係獨一無二啊，你係非常獨特啊，對嗎？唔錯，你美國進來，美國客家人，加油！能點啊？能高鹹水嘅你話，高太平洋嘅你話，冇強用嘅。而家我哋洛杉磯真係到黑人嘛？哦，我哋闽南開同鄉會哈，闽南嘅中秋節前係會開同鄉。哦，真係哦。一出席到200人嘅面，咁多，希望幾種麻煩一下，查出嚟去嗰啲表演，順勢做得嘛？要一個用其他貴啊，亮啥啦？亮啥？幾亮啊！最好，幾亮啊！最好。我趕緊過上一些，係咪啊？個大仔下對對對，幾亮啊！最好，我做得去撩。來，講下來一撩，沒錯的。講真哦，講真啲嘢咯，真是。講下就從天天愛哦。天天愛。人家嗰個zaman多，嗰個同喺嗰個。你倘若夾過以後，你就想我創作安尼客家歌。有，咱們溝通這位哈，其實我咱們舊以前都開始關注意。一開始撈到幾偏愛。沒，天龍人都說，哎，我們下次約就不會約。我們很多人都這樣子。我下次我們一起吃飯啊，對啊，下次很久。什麼時候？就在下次遇到的時候。啊，上次就好。上次我好像記得我要跟你約吃飯，對不對？啊，我們再約一個時間。再約這樣。應該冇限。佢真件要談愛轉先咪咁通道。係啊。嗰度跳歌，啊，因為我做乜我特別想要跳歌嘅。做乜我先？因為有個艷放60包，出差哇，轉線名嘅都出來咧。唔錯，因為這位咱們實忙認真地要推廣我哋嘅客家音樂，啊，個咁痛，我做乜嗰位特別想要跳，因為我哋客家音樂一般傳統本人嘅概念都講，啊，講個比切，個情，個痛苦一些，係咪？啊，我聽到這位音樂，我都想講，啊，唔會呢，有情絲拖嘅聲音，冇錯，一個漢拖嘅。咪西，有清新的咪西，我想聽聽。冇錯，所以你有現代，有帶啲傳統，冇錯，對對，乜都懂。什麼太假啦，真係什麼？所以我想講製作單位講，已經講我寫一條客家歌，我都講，哎，有個天天的愛。出差食飯兩實講，因為我係咪嗰講，因為我嗬，因老啊嗬，因好餃子，啊講喺度寫呢個比前呢個，嘛個前嘛，基本大家先前啊，佢講誒，我衝下講個餃子，我餃子，咁感通呢，跟住衝嘅阿婆嘅條容顏嘅，餃子，兩實講一條餃啊，啊所以講我都想講，先兩條好啦，咩好糖，冇錯，咩好表現。冇啦，講真咧，其他人夾出嘅就客家歌。天一種專輯才進行嘅嘛，係嘛？天一種專輯才進行，你個差唔多，所以冇法度變客家歌啊！做嚟做單曲啊，漢語嘅單曲啊，你要安慰，當然咯，你不會放過我的。不會啊，我從來沒有放過，字典裡沒有這兩個字。變到大語地百度。係啊，沒做得啦，單曲沒做得出 CD 啊。1+1，你看見我賣沒有？發行數位的就可以啦，冇單曲。有200人才會買啊。真勁咧！人民農嗰邊買就好了呀，發500種就好了。我哋客家上真該送啦，知道？上
真的是人生集团，一直逼迫人家出客家歌。反正他现在衣食无缺，对啊，没有差。我们多一个是一个啊，真的。对嘛，客家文化传承就要有啊，一定要改有啦，编下去啊，一定会穷哈，真的，哎呦，这个很难得的缘分。对啊，哎呀，做的大家你牵连做，对啊，对嘛哈，啊，今边啊。江秋喊到大人嘛，讲江秋。特别啲 LA 比轉來咧 ，LA 比轉來江秋。所以我最後一條歌誒，我帶來係咧世界一樣，世界一樣。世界一樣。誒，做乜歌寫條歌？其實有條歌係咧，我喺美國讀書。唔講來年去嘅啦嗬，佢嘅天人寫嘅歌嘅，佢都想念我嘅台灣嘅朋友啦，家人。49年嘅時間。冇 Q，我醫生老師叫他去嘅時間，安過嘅小情小愛，我唔敢睇到。T 轉接給他那個都本來製作人海玲姐同紀剛老師談，一人一堂都這麼重要。一人講話哇，見疫情能結束，啊世界又烏俄戰爭，乜個戰爭又來，世界真係蠻難。我能做得幹歌詞改一下嘛，將一個小情小愛化成鼓勵人心、傳遞正能量的一首歌。所以我能。改重新詞改一下，啊，那有一個版本哈，變成一個很正向的歌曲，世界有。哎，冇人，他還跟我哋彈歌嘛，彈歌嘛，彈歌一定有彈歌啊，世界一樣啊，哎呦，放文歌嘅一定有。你觀眾們也忙彈歌，來跟我彈一條啦，好來來。世界一樣。说好了要来流浪，怎能怕前方越远越凄凉？说好了要来飞翔，怎能怕天堂越高风越狂？还没实现的梦想和压不变的希望，遇见春光，亲爱的，终将怒放。把美丽的过往装入行囊，在最寂寞的时候慢慢地唱，把泪水和悲伤化成力量。我们越走越坚强，有太阳有月亮，世界一样，我们都有一样的善良，同样的愿望。有昨天有明天，世界一样，真理不灭，真情不渝，真心永远善良。要来流浪，怎能怕前方越远越凄凉？说好了要来飞翔，怎能怕天堂越高风越狂？还没实现的梦想和压不变的希望，遇见春光，亲爱的，终将怒放。把美丽的过往装入行囊，在最寂寞的时候慢慢地唱，把泪水和悲伤化成力量。我们越走越坚强，有太阳有月亮，世界一样，我们都有一样的善良，同样的愿望。有昨天有明天，世界一样，真理不灭，真情不渝，真心永远善良。有太阳有月亮，世界一样，我们都有一样的善良，同样的愿望。有
昨天有明天，世界一样。真理不灭，真情不渝，真心永远善良。真理不灭，真情不渝，真心永远善良。真理不灭，真情不渝，真心永远善良。让爱的歌声在每个角落回响。